我们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来讲一个公案，叫做树障经常。过去的债务，你必须一定要偿还的。可见呢，我们人世间就是恩恩怨怨，是是非非啊。想要把它了断，但是决绝不了。世间就是如此，所以世间苦很难跳脱。由这个公案，我们会了解到，我们每一世转世的过程当中，一定有跟别人结怨结仇，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。但是我们如何能够跳脱呢？如何能够把它斩断，让我们的心清净，没有挂碍？这个是修行上的功课，非常重要啊。明朝末年，在安徽省徽州的一个地方，有一位商人，名叫陈伯霖呢。他长久以来都居住在扬州，而且他拜观音大士非常的虔诚了。有一年的夏天，北方兵乱，乱兵攻破了扬州城，陈伯霖就向观音大士求救了。那一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观音大士来告诉他，你家共有17口人，其中16个都没有在这个劫难之中，只有你是在劫难逃啊！陈伯霖醒过来之后，又很虔诚的祈请观音大士能够保佑。于是他隔天又做了一个梦，观音大士告诉他说，你前世杀了王麻子26刀，现在你必须要偿还了，绝不要逃避哦。你要吩咐家中的16口人，通通待在东厢房，你自己独自一人在中堂等候，不要连累家人哦。5天以后，大约在午时的时候呢，你要备办酒菜来等待他到来。陈伯霖听了之后点头称是。5天之后呢，午时果然有一个乱兵破门闯入了。陈伯霖就问他说，请问你是王麻子吗？王麻子突然听到有人叫他小时候的乳名呢，非常的惊讶，随口就应道，我就是王麻子。但他心想，除了小时候父母叫他王麻子之外，并没有他人知道啊，如今怎么会有人如此叫他？于是就问了，你怎么知道我的乳名呢？陈伯霖就把他所做的梦境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。王麻子听以后啊，就叹息的说，你前世杀我26刀，我今世又杀你报仇，那么来世你不是又要杀我报仇吗？哎呀！于是王麻子就拿起刀背，在陈伯霖的背后比划了26下，表示这个仇已经报了，并饮了3杯酒，随即就离去了。各位，这是非常简短的一个公案，但是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世间恩恩怨怨啊，是是非非啊，得得失失啊，善善恶恶，我们不断的在轮回，不断的投胎转世，我们所遭遇的有时候是很惬意啊，有时候是很悲伤，这些东西都是有因果关系的。其实最深奥的道理啊，往往都是在最简单的行为当中表现出来。就像前面讲的这个因缘果报的公案，在道理上是错综复杂，涉及到时间、空间、果报的因缘、成熟、以后等等。如果你能够深信，那么在你的解脱道上啊，已经成功大半了。可见信为修道之源，功德之母啊，能够长养所有一切善根。所以佛为什么一再告诉我们末法年代的众生，赶紧念佛？为什么？你不念佛，你一定再一次来转世，受生受死。如果我们念佛，顺阿弥陀佛的本愿，我们称念他的名号，他非救你不可，这是阿弥陀佛对众生的承诺。所以我们只要好好的念佛，任何一个人，阿弥陀佛永远都不放弃的。你在世念佛，我救你；你就算往生了，在灵界当中，你的神识跟着念佛，照样救度你，能够跳脱6道轮回，这个五浊恶
过世的人世间太苦了，往往我们的贪求跟执着造了无量无边的罪业。今天我们知道阿弥陀佛怜爱着所有十方众生，只要你念佛，人人都能够解脱，都能够成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必然能够成佛。我们将这个公案赶紧告诉大家，希望我们互相来勉励。南无阿弥陀佛。